之前因为凯美风台伫台南的黄金海岸靠大货轮苏菲亚号，因为准公司已经改善了救伤困难，准搁停伫原地。即马风台要来咯，市政府是呼吁民众着唔通挖进货轮。另外，去年因为风台扫过羊棚瓜拢互扫了，即马羊棚瓜着特别会当收成咯。农民早起是赶紧去加强防灾。 北门种芳果的瓜仔农，手揢铁器，手骹做伙用，利用身躯的力，将铁架往土内面插得搁较深，安尼一来面对风台来，可能还阁有办法小动一下。不过去年才拄因为小犬风台影响，互因拢了钱，同款的时间点又阁拄着风台来，嘛感觉非常的烦恼。钓落放互迄风啊倒光吼，啊破棚啊吼挑开啊，无钓吼，迄风啊倒光吼，规个铁仔头挂迄破棚啊怎？ 挑开，遐农民来拢将这铁仔头纳无尽量按啦，啊布棚啊雕较按呢，即个惊风入来吼，我规个爱请起飞起来，花啊吼，佮头21对万元。除了农产品爱加固之外，卡伫台南黄金海岸的货轮苏菲亚号，原本凯美风台过了就要拆除，但无受到准公司已经是改善，救伤是真困难。 现地要拆除都需要上千万真大的费用，面对强大的冲击，非常的危险。市府是希望甲中央全力配合，制度性的解决。一定会挂落去，因为风台来哦，大自然的这种力量哦，也不晓得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。紧急避难或是台风天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绝对的管理权，因为它这样子造成我们台湾很大的困扰，拆解费就要超过1000万台币以上。 哦，那如果造成污染，所造成的生态浩劫或其他的部分哦，更是这个难以估计。苏菲亚号虽然有围篱笆，但是山托尔风台看起来风雨嘛真大，随着海涌伫拍，就惊透空沙滩有倒去的疑虑。市府是强调，这段时间会加强管理，无要让民众靠近货轮，以免发生任何的危险。记者郑政云台报道。